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喺機會嚟到之前，你係會安靜咁等待，定係主動行出嚟呢？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成語係毛遂自薦。呢個故事發生喺戰國時代，一個關於勇氣同眼光嘅時刻。當時秦國出兵圍攻趙國嘅都城邯鄲，形勢非常危急。趙國嘅平原君打算前往楚國求援，希望促成兩國合縱抗秦。佢決定喺自己嘅3000名門客入面，挑選20個文武雙全嘅人一齊去。但係揀嚟揀去，最後只係揀到19個人，仲差一個名額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個叫毛遂嘅門客主動企出嚟，向平原君自我推薦。平原君當時笑住問佢：有才能嘅人留喺世上，就好似錐子擺喺布袋入面，尖端好快會露出口。你嚟咗3年，我都冇聽過你，點解呢？毛遂淡定咁回答：我今日先至要求入去布袋，如果我一早入咗去，成個錐子都會露晒出嚟，唔止係個尖端。平原君被佢嘅氣魄打動，帶埋佢去楚國，結果毛遂真係憑住機智幫趙國成功求援。金子需要發光嘅機會，但有時個機會係要靠自己去爭取。唔好怕人哋未睇到你嘅才華，只要你準備好，喺關鍵時刻勇敢企出嚟，你都可以係嗰個改變大局嘅毛遂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